那本书是叶飞呢，这个第三课，第三课我们讲这个，我们就是学这本书和那本书，耶稣基督做大卫王的子孙，耶稣基督走这个大卫红你最分莫爱和莫就耶稣，我想耶稣基督走大卫红你最分这样子基督走大卫红的最分耶稣基督走大卫红的最分耶稣基督做大卫王的子孙。那个好多这个开张，那个课题讲中国话，耶稣基督走大卫王的子孙。